正，就係呢個味。你平時嘅信仰生活係點咧？返工返學有冇效法主耶穌基督嘅榜樣咧？喺但以理書第6章裏面，但以理面對住其他人嘅陷害，仍然能夠喺自己屋企裏面一日3次雙膝跪地向住神禱告感謝。弟兄姊妹唔好錯過喎，但以理禱告嘅姿勢、次數同埋佢面向嘅方向，通通都唔係重點嚟嘅。佢能夠每日去堅持敬畏上帝先至係。經文裏面提到但以理與素常一樣，原文嘅意思就係同平常一樣。所以但以理每日能夠堅持去敬畏上帝，先至係佢面對困難嘅時候以敬畏上帝嘅態度去面對嘅原因。所以我哋喺生活上面點樣先能夠傳福音呢？但以理去教導我哋就係每日去過堅持敬畏上帝嘅生活，就能夠讓其他人睇到我哋係主耶穌基督嘅門徒，將福音去到傳開。弟兄姊妹，你今日效法咗主耶穌基督未呢？沖咖啡定沖茶哇！呢個熱度啱啱好喎，個壺原來真啊！斟咗落去，因為本身啲水好熱咧。